台南市112年度模范儿童表扬大会伫主席高中活动中心举行，由人地国小精彩的舞蹈表演为活动亮开序幕。我们要洗手，保护好眼睛、鼻和口，大街上宁愿没朋友，我们不要corona。今年总共表扬214间学校342名模范儿童。由市长黄伟綽亲自颁奖，肯定这种学生的表现。各位都是很精英，精英中的精英。那也感谢各位老师、各位家长辛苦的培育，感谢各位校长这个能够让优秀的同学脱颖而出。市长表示，爱为学校选出模范儿童，竞争非常的激烈，所以每一位学生得奖拢是实至名归，尤其是特高班的学生。很开心。虽然学习上有一些困难，可是他很愿意去面对这些的一些问题，去积极的克服，所以他这次获得这次的模范儿童的一个表扬。荣金是罹患罕病脊髓肌肉萎缩症的小朋友，这个疾病会让他就是渐进没有力气，所以他在学习上会比别的同学辛苦。市府也非常的担心，送予每一位模范儿童一份纪念品，作为升高中阶段教育的温馨祝福。期盼所有的模范儿童会当伫同学当中有良好的表率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